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，历代志下第1章第7节到13节，马可福音13章32节到3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心。所罗门王恳求上帝赏赐伊有这个聪明甲智慧，伊的目的是为着要爱知影怎样来治理上帝交代伫伊手中，罕啊亲像这个土沙粉遐尼济的人民吼。所罗门非常清楚知，伊是代替上帝来治理地上一切的事务，所以伊安尼讲你立我做王，统治一个罕啊亲像地上的土沙粉遐尼济的人民，求你赏赐我聪明智慧，通好互我会当治理因。若无，我要怎样来统治你遮尔济的人民呢？所罗门王也未得到上帝智慧的进程，其实已经有上帝所赐的智慧的心，所以伊会晓求，伊会当分别，迄个毋是伊的国度，迄个是上帝交代伊的，因为伊明白家己的限制。伊嘛知影，伊是代替上帝来管理万事。伊搁知影，上帝要交代伊的，伊必须爱对上帝遐来处理事服，得到上帝的智慧，并且呢，因为伊所求的有符合着上帝的旨意甲期待。所以上帝就安尼来回答伊，讲：这是你的心愿，你无有求富贵、财宝、名声，也无求消灭对得，或者是为着家己来求长岁寿，却只有恳求聪明智慧，通好互你会当统治我的人民。就是我立你做王统治的人民，这好像亲像撒母耳的服侍同款，伊有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对伫安尼，咱要来思考同款追求智慧，为什么所罗门得到上帝的欢喜甘纳，亚当却无得到上帝的欢喜呢？敢讲上帝偏心吗？咱要来做一个比较对比。对今仔日的经文历代志下卷第1章7节到13节，以及伫创世纪第2章第8节到17节，以及伫第3章咱所看到的代志。第一个，咱所要爱知的是，上帝问所罗门要爱什么伊若讲，上帝就要来赏赐互伊。但是呢，伫亚当的时代，伫创世纪，上帝是明白禁止伊什么代志袂使做。所以，当上帝问所罗门了后，所罗门伊就祈祷来恳求。但是伫创世纪，咱看见亚当伫上帝禁止伊的代志顶悬，伊安那偷偷咪咪揜揜去食。咱搁倒转来看所罗门，伊求着要智慧，是要为着要照顾上帝的人民。但是亚当甲夏娃是要来夺取甲上帝相款的迄个审判权，并且呢，伊甲夏娃听这个蛇的话，伊无认罪，搁互相伫遐来杀责任。
咱看见所罗门，因为伊的恳求有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上帝就赐伊搁较济。咱看见亚当甲夏娃，因偷偷掖掖、微微掖掖，用偷食的，搁互相来撒责任，因着互上帝无欢喜，来赶出爱甸园。上大的问题毋是追求智慧。上大的问题是亚当因无顺服上帝旨意，敢若想要来摕到甲上帝同款的审判权。但是所罗门所追求的这个审判权，是为着要来管理上帝这济济的人民。亚当所追求的，却是要互伊目睭来光起来迄个权利。并毋是要尽伊的气力为着上帝来管理，上帝交代伊爱甸园上帝回答所罗门的祈祷讲：因为安尼，我要赏赐你聪明智慧；对答了后，我也要赏赐你财宝、富贵、名声，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。以后也无一个王会通甲你会比拼的。这是真实咧追求上帝智慧的人，将来要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的应允。只有完全顺服的人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这嘛真明确啦吼！真侪时阵，咱拢甲亚当同款，真欢喜为着家己来叠算盘。掠做讲，咱会通代替上帝来做真济的决定，却无愿意真心来顺服。亚伯拉罕的太太撒莱嘛是一个真明显的例，伊掠做家己会通解决迄个无囝的代志，就自作主张。咱去看圣经马可福音13章的记载。对伫迄个日子甲时间，咱知影无在伫咱的手内会通控制，但是人却时常想办法要来超过迄条界线，来知影未来。不但是民间宗教想要借着算命啦、解运啦，来探知未来，来决定未来。基督徒嘛，真侪时阵借着家己掠做家己会通对预言来知影将来。真侪时阵，咱伤过习惯替上帝来做决定，也时常替别人做决定。但是耶稣基督提醒咱，咱着爱警醒，毋通搬过。超过迄个界线，咱讲食过道啦，耶稣讲，所以恁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主人什么时阵要倒转来。检菜是下昏时，检菜是半暝仔，检菜是天光的以前，检菜是日出以后。假使伊若忽然间倒转来，莫互伊发现你伫困。我对恁讲的话是对大家讲的，恁着爱警醒。警醒才是智慧的人的作为，迄个食过道却是愚妄的人的表现，无遵守迄个道德伦理的界线。因为因掠做家己会通代表别个人，会通代表上帝，因却夺取上帝的荣耀，失去上帝的智慧，就无有这个智慧的心啊。那么做来读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。耶路撒冷啊，你着称呼耶和华；锡安啊，你着学乐你的上帝，因为伊坚固你的门框，束缚互你中间的囝儿，
伊互你的境内太平，用上好的麦互你食。伊发出命令伫地呢，伊的话颁布真紧。伊降落雪，亲像棉花，也落霜，亲像火焰。伊落冰雹一块一块，也发出寒清。治水挡会牢，伊一个出令，正个就拢消扬。伊互风吹，水就流。伊将伊的话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律例甲判断指示以色列。伊毋捌安尼款待别个国，伊的判断因拢毋捌。恁着学乐耶和华。求主帮助咱追求会通有一粒上帝智慧的心，互咱会通愿意用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眼光、上帝的方法来处理代志，毋是在挑找私利，毋是迄种骄傲，只有顺服。求主帮助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